大家好，我係顯智財經學院嘅小安。每日財經台嘅所謂財演同大師都會畫好多個圖，好多條線。呢啲圖其實有冇用嘅呢？當然有啦，不過啲線要畫得靚、畫得準先至靠得住。求人不如求己，信自己畫嘅線好過信財演求其畫嘅線啦。喺顯智，我哋會教你用唔同嘅工具嚟決定買入同沽出嘅最好戰略，例如趨勢線啦、RSI 啦、移動平均線、黃金比率等等等等。要知多啲我哋嘅課程，請上 www.marketatHK.org 嚟瀏覽。